贤弟，贤弟，你这是？小弟看元帅无法度轻触着文良，日夜忧愁，所以我愿效当年吴国姚先生自断一臂的故事，前往金国去诈降，见机行事，说服了文良来投诉。贤弟，贤弟，武兄自然会另施良策去破金兵，你又何必砍断你自己的手臂呢？元帅，事已至此，请元帅立刻立下将令，小弟这就要启程咯。武兄子，贤弟，你千万都袂晓去冒险，武兄即时命了军医，甲你疗伤啊！来人啊，马家。元帅，王祖已经自断左臂了。我若是留点车，也是变成一个无路用的人。安尼哪有甚物路用？元帅，你若唔答应我去金国，也若安尼，我甘愿自刎一死。贤弟，贤弟，贤弟，既然如此忠心为国，武兄就答应你啊！多谢元帅。把心脏，功名富贵，定寒看，中华。龙主，去年冬日陆殿下领兵出战不待退啊，所以自从小李下令啊，伊的婚事伫个延期较深啊。3月中陆殿下又搁要出征征南，我是讲，是毋是会当陆殿下在还未出兵以前，先甲小李完成华族，望龙主成全。禀父王，新儿无愿意成婚。这是安怎讲？因为新儿正是现在伫咧操练兵马，所以哪会当顾事情呢？搁再讲，新儿有一个心愿，若无灭数，绝对不成婚。好，有志气，有志气，不愧你是国王的囝。当年国王也敢若捌讲一句话哦。文书，龙主，你会记？当年国王一看，
就假意文良，甲小姐来做儿子。你看我的目睭比你较金无？哎，是。龙叔啊，遐陆殿下吼，拢一直无要管婚礼，哎，死地拖落去，叫丽娜要咋样就好啦。唉，军师啊，你放心啦，免着急，丽娜阁少岁，阁等3、5年啊，也未晚。哎，是，嘿嘿，龙叔啊，等3、5年啊，果然是还未晚啦。要万一若袂当灭大丧吼，也敢是耽误丽娜的终身大事咧。你讲啥？国王阁3、5年来，无再要别爽。不，龙叔啊，神公唔是这意思，龙叔下罪，龙叔下罪。客造龙主送将王者求见。好，皆在银安殿伺候。是。王爷，你敢知影岳飞的帐下有一个叫做王佐？禀父王，王佐本是东庭湖追求养妖之神，归了大宋了后，官方统治，所以现在对于随伫岳飞的身躯边。要那安尼，今仔日来这个所在，到底是要创啥戏？龙主，身受到天大的委屈，求龙主你替我做主。做，不准你装模作样，紧讲。王爷啊，你唔通大声互伊惊着。你讲，王佐这款的模样，一定有去吃亏着。你好好互伊讲，王佐，有啥物代志照实讲。是，神本是湖广东庭湖养妖之神，官方同姓姓。只因为杨妖并不是岳飞的对手，所以伊被伊失败，是又阁无路可逃。我阁以为讲岳飞是一个英雄好汉，所以我才会投顺送掉。到旧年的冬月，殿下领兵到伊的时阵，大破北大腿车轮战，种种拢总毋是伊的对手。岳飞无奈孤寡免战败。王佐，啊，佫讲煞落去啊？是，殿下要收兵迄个时阵，伊曾经有讲，明年的春天一定要夺取宋朝的江山。迄个时阵，我看殿下惯用三军。精兵百万，如同泰山压顶，所以我苦劝岳飞一定都要投降金国，以保伊性命的危险。要那安尼，岳飞了后安怎讲？王佐，岳飞安怎讲？紧讲啊！这。本宫绝对要帮你加油！殿下，王佐口出无凭，伊的话袂去轻信。哦，殿下，
神的左臂就已经被断断，敢讲这个是假心？求殿下明察。王祖，什么人知影我你去手棍是当时断的？王祖，提确实真厉害。军师，不准你逼伊。王祖啊，王祖明明来这所在要造行，爱甲讲说。王主，殿下，请大家请看。禀父王，岳飞既然这么浓毒的心，断断着伊王祖的手，互伊死袂死，活袂活，又搁叫伊来投降报信，明明伊是在向咱示威啊！王祖，现在，你放心，从安尼大办，你的代志一切国王替你做主。多谢龙主。禀父王，王祖是为着心理，才会手被剁断，实在是太痛苦。心里有迄个意思，愿意抚养的一心，唔知父王你的意下如何？龙主啊，我看王祖收用可乐嘅嫌疑啊，千万唔通甲收留哦。文叔，龙主，大家若参像你安尼疑神疑鬼，以后什么人敢来归顺国家？是。王祖，现在，国王赐你一个名字，叫做可人字。阮顺在金营中到处为基，任意行走。多谢王主。公主，你讲要带我来看一个人，是什么人？迄个人是伫咧倒位啊？伫遮。公主，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敢知影着阮娘伫龙主的面头前拒绝着阮阿爹提起的文书？你敢知影？你是安怎要拒绝？这我要哪会知影？你要地亲？好，我甲你讲，是因为你，因为着阮娘，伊爱你。金国的大大小小，什么人毋知影我哈莲娜是伊的未婚妻？为着民主，为着忠心，我只有。如果你若认为讲，你若害死我，阮娘就会爱你，那安尼，你就动手嘛。你是毋是会用咧请将刀放落来？听我甲你讲一句话。根本我对文良只是兄妹的感情，就是讲伊无甲你定亲，我也袂嫁。哦，那安尼，你是安怎无将你的心事坦白甲伊讲？有啊，我捌甲伊讲过，只是这个代志，毋是三言两语就讲会清楚。好。我给你一摆机会，喊你在文娘出征以前，对将代志讲个清楚。你若无，
我就对你无客气。我知影文良，伊真听你的话。假使你若是会当劝文良回心转意，查家绝对袂亏待你。实在是太天真，文良根本就袂回心转意。啊，毋过若是搁安尼落去，一定是会惹因爸仔囝见笑反受气。看起来，我着爱想办法来激文良夺走兵权。也若无，莫讲是要报仇，连伊的性命都难保。英姐，英姐，想袂到你会来看我。我是要来看着大娘。殿下，如果若无什么代志，我就要回府啊。英姐，英姐，我有话想要对你讲。什么话啊？是毋是你伫要甲我讲？你已经受封安平王，即时就要统领大兵，争夺宋室的江山。这英姐，你莫安尼对付我好？我希望讲我若有不是的所在，你坦白甲我讲好无？英姐。相信你，啊，毋过我有一条的条件。什么条件？你讲，不止一条，100条，我就会答应你啊。殿下。 在江中，我既受封安平王，为国权中尽输红。王位起在我心上，手无实权难称雄。 英姐，英姐，你是讲？殿下，如果有一天，你若受封为大金国，陆军都统总元帅，
统领兵权，接掌兵符，迄个时阵，主英就是讲会嫁你为妾，我也心感真怪。是真实的。好，我一定要做到到。也毋过现在兵权是伫咧哈梅子的手中，可是你该小心哦，毋通去得罪。这个代志你会记得是我对你讲，千万毋通有第三个知影。哈，是我可能。哼！你来这个所在创什么？你讲。我可能是。你唔通以为阮阮父王温下你在这个金营中任何的行动，你就可以偷听阮的话。你可知影？该当何罪？殿下，请你恕罪，小人拄则来啊尔，你咧讲啥，我无听到啦。哼！你以为安尼咧讲，我就会相信？殿下，你就撩伊可怜你嘛？哼！带念着英姐姐的面子上撩下咧，也唔紧落去。是。殿下，这个就是来投降迄个可怜你啊！林姐姐，哈利是一个嫌疑，这个可怜你是用苦肉计，假冒伊来投降咱。到现在甲伊看起来，敢若亲像有几分的嫌疑。大哥啊，你已经准备了拢差不多啊啦。啊，咱江南的大军若是搁3天后就用个上路安尼。嗨咯，我一直拢无机会甲刘文良讲话。谢叔，若是要领兵上路，要那安尼我的苦心，毋就是白费咯？哥啊，咱这摆若是搁战赢你就是咱大金国历代功臣中的第一人啊我才无想要做什么功臣，我真希望伊哈明子会当将伊的兵符交互我接见就好啊。哦，来去见我父王。好。